最近咱国内的食安事件是真多哦，对于宝林地设开始是一件又搁一件，大部分拢发生伫台北市。有台北市议员就质疑讲，即马台北市规定讲，食安通报至少要有6个人出问题，才会当要求停业。这根本是摕人命在滚生笑哦。伊嘛讲，这个规定应该爱检讨。王品集团旗下伫西门町的粗瓦甲香辣，疑似是发生食物中毒的风波。目前累积82个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。台北市卫生局初六虽勒令2家餐厅停业，食药署初步检验结果是鹿螺病毒。有医师质疑员工可能破病搁去上班，才会致死即个事件。对此，食药署回应，若是真的，唔拿爱罚，搁爱移送检调办理。调查关联性属实，那依照食安法就可以移送，不是光行政罚款而已，可以依食安法49条规定，会有涉及刑事，要移送检调来办理。宝林地设事件，致死2个人死亡，已经停业，粗瓦甲香辣也拢暂时停业。不过食安风波直直逼，即马烧到北方分集、北投公馆店，4个人无爽快送病院，甲未确认关联性，目前照常营业。根据台北市规定，食安通报爱达到6个人才会当勒令停业。有议员质疑讲，这是替人民的健康讲算笑。若食药署启动调查的条件，爱符合的其中一项是中毒的人数爱到50个人，或者是50人以上。就是他确实有吃了这个食品，然后发生了这个病，2个要有关联性，而且因要在果之前。然后另外有几个人有没有群聚的情形？哦，所以你刚刚50个人就是会定义是群聚事件。宝林地设致死食物中毒的邦克列酸是无色水、无气味、耐热性真好的特性，敢若需要微量1到1.5毫克就会死人。也若粗瓦甲香辣可能的病因鹿螺病毒，后发生的季节伫入秋到春天尾这段期间，宿主就是人甲病毒传到即时的料理当中。食药署提醒讲，伫厨房的卫生管控，就需要更较严格的管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